儿臣想代尹晴柔求一個賞賜。喂，我還沒說完呢。兒臣懇請父皇母後賜婚，廢除3月之約，讓我與尹晴柔盡快成婚。不是都已經說好了嗎？好了，有這樣的姑娘做朕的兒媳婦，朕心甚慰啊。尹晴柔接旨。民女在。朕现在就将你賜給靈齊王謝延琪為妃，擇日成婚。兒臣謝過父皇。哎，我說你根本沒必要走嘛！你瘋了！皇上讓我嫁給冰塊臉，那可是冰塊臉啊！我不走，留这兒等死啊！我觉得三王爺他人也不壞，你別看他口頭上拿我威脅你，哎，我畢竟沒怎麼樣啊。再說那天皇上壽宴，人家那麼賣力的替你說話，我覺得呀，你嫁給他也不錯。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就特別討厭他，因為他總欺負我。哎，要是這樣的話，你就更得嫁給他了。你想啊，一旦你嫁給了他，你才有無數次的機會去折磨他。得了吧你，那個冰塊臉，我可惹不起。哎，對了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啊？那，你要真鐵了心要走，那我肯定得跟你走啊。夠哥們兒。但是怎麼着也得跟老周說一聲吧，他還各種找店鋪開店呢。哎呦，我怎麼把這事兒給忘了？哎呀，你說這古代人也真麻煩，也沒個微信啥的。這樣吧，你出宮去通知老周，我呢收拾好東西，咱們呢在城門口會合。那你可真想好了啊？那當然了，生命誠可貴，愛情價更高，若為自由故，兩者皆可拋。怎麼辦？怎麼辦？這可怎麼辦呀，姑姑？嫣然呐，你可別轉了。姑姑，你可得幫幫我啊！姑姑，你答應過我，靈齊王妃除了我，誰也當不了。姑姑，你最疼嫣然了。你知道，我打小就喜歡三表哥，他要是娶了別人，我會傷心死的。嫣然呐，你說的這些，哀家都知道。可現在，連皇上都開了金口了，你讓我怎麼辦呢？我就要三表哥。你可是我們杜家的女兒，哀家絕不允許你去給別人當妾。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。姑姑，要不然這樣吧，齊兒呢，雖然才貌雙全，可論起對人體貼入微，辰兒才是最好的。要不然，哎，姑姑，二表哥再好，我心裡也只有三表哥一個人。姑姑這不是不想你嫁得那麼遠嗎？我不，姑姑，你要是心疼我的話，就幫我把三表哥搶回來。你嫣然，嫣然，不許胡鬧！參見皇後娘娘。哥哥來了，你來得正好。你幫我勸勸嫣然。這事我知道了。嫣然的婚事，皇後娘娘就不要再操心了。既然三王爺心有所屬，那是嫣然她沒有這個福氣。爹，你還要怎麼樣？輸給一個來路不明的丫頭，你還好意思跑到皇後這裡來，讓她為你做主？嫣然，讓她去吧。這丫頭被我寵壞了，是時候讓她知道，不是她想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。哥哥，嫣然只不過是個女兒家，你也太嚴厲了吧？你嫂子去世以後，就留下嫣然這麼一個女兒，被我嬌生慣養，才這麼沒大沒小。剛才我聽見皇後娘娘提起了二王爺。沒錯，你也知道我心疼嫣然，一直想把她留在我身邊，所以就想齊兒不行，還有辰兒，不知哥哥意下如何？皇後娘娘
视嫣然为親生女兒，您的安排是最好的。可是嫣然，你放心，我会跟她好好谈谈。我就要三表哥，就是三表哥！哎，我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出去？邱公公找我有急事儿，让开！灵齐王有令，不许姑娘离開半步。又是謝延琪，他这個愛簽刀的。守衛大哥，求求你，就讓我出去吧。邱公公啊，是真的找我有急事兒。我要是去晚了，他肯定會罵我的。你也知道的，邱公公罵起人來24小時都不帶重樣的。我要是被他罵上一次，3天都睡不好覺。守衛大哥，求求你了，就放我出去吧。哦，我去就回，保證你們的靈齊王不會知道的。姑娘就不要為難我們了，要是放你出去，我們都要受罰。我一個弱女子，沒必要對我動刀動槍的吧？姑娘，請回吧。尹晴柔，皇後娘娘等你半天了，你還磨蹭什麼呢？再不去，娘娘要發火了。皇後娘娘找我？廢話。邱公公不是一早就派人去告訴你了嗎？你怎麼還在這兒？皇後娘娘在御花園已經等不及了，讓我來看看你。你等着，一會兒我一定稟告皇後娘娘，讓她好好責罰你。哎呀，杜大小姐，不是我不去，是這位守衛大哥不讓我出去啊。誰讓你來的？屬下是奉靈齊王的命令，不許尹晴柔離開。靈齊王大還是皇後大？那還用說，當然是皇後娘娘大了。守衛大哥，你還是讓我出去吧。要是皇後娘娘怪罪下來，我受罰掉了腦袋，你也跑不了。可是，放你出去，我們也一樣要受罰。哎呀，我不是說了嗎？我去就回，你們靈齊王不會知道的，你也不會受罰的。你信不信？我現在就去稟報皇後。守衛大哥，求求你了。還不快讓開！是。還不快走！是。哼！尹晴柔，你不會真的想跟我去見皇後吧？皇後沒找我。哼，別裝了，你背這麼大一個包袱，不就是想逃跑嗎？你不會是想跟皇後告發我吧？我就知道你沒那麼好心幫我出來嘛。算了，我還是回去待着吧。回去待着，大不了就是嫁給謝延琪。要是跟你去見皇後，分分鐘就沒命了。你真的不想嫁給三表哥？天地良心，我寧願嫁給阿廣。尹晴柔啊，尹晴柔，既然你這麼說，好，那我就信你一次。你走吧。真的假的？我讓你走，走得遠遠的，再也別讓三表哥找到你。完了？不然呢？成交。謝謝啊。拜拜。表哥，新娘子跑了，我看你這回怎麼娶。